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7日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首先，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重要的新闻内容。过来，今仔先增加2例境外移入的病例，昨先增加一个去港的台商有医师怀疑讲可能是本土的病例，呼吁爱做全面的疫调。台北市面对社会主体，先红批评讲租金上过悬，也毋过目前有将近3000个人登记申请，要抢380户，非常竞争。国防部的军备局高雄厂区今仔早起传出爆炸，造成3个人分别造成8成5到6成的烧烫伤。新闻一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先增加2例对境外离来武汉肺炎病例，是印尼甲缅甸的移工。那么来听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上新的说明。那我们今天先报告有2例新增的境外移入的个案。那一位从缅甸，一位从印尼。那720是缅甸70多岁的男性。那11月22日来台工作，那持有登机前3日内的核酸检验阴性的报告。那入境后住在防疫旅馆居家检疫。那到今天都没有症状。那12月7日检疫期满后，搭乘专车至其他处所自行健康管理。那同时由中介安排自费采检。那今日确诊。那我们的匡列他同车的接触者6人因为没有适当的防护，列为居家隔离。那指挥中心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721案，那是印尼，也是40多岁的男性。那11月21日比那位早1天来那也是一样有登机前3日的核酸检验阴性报告。那入境还住在防疫旅馆进行居家检疫，也没有症状。那也是检疫期满进行自主健康管理。那12月7日由公司安排自费采检，于今日确诊。那我们有匡列一个个案的接触者1人，列为居家隔离。咱来看，昨先增加的其中一个伫个中国浙江的台商伊入境12天才验出病毒。国内有专家是建议讲，会使来考虑延长居家检疫的期间。也毋过，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目前无打算要安尼做因为2礼拜的检疫期过了，病毒就还未消化咯。台湾什么时阵会使开始来做预防针咧？陈时中是讲应该会伫明年的6月，卖随时调整疫苗的政策。顶个月底，一个为中国浙江入境的台商，居家检疫第12天才发病，经过采检确诊是新冠肺炎，因为个案发病时间较晚，可能会超过14天居家检疫的期限。国内有专家建议，爱延长居家检疫的时间。针对这点，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目前无考虑延长，因为过检疫期传染力相对是较低。我们做病毒的培养现在都一律都培养不出来，所以相对的它的一个传染力就是应该是相对的低，也可以说不会复制了嘛那相对它可能就不会有传染或是有攻击性。若新冠肺炎的疫苗，英国甲俄罗斯拢已经启动大规模做疫苗的计划，各界嘛关注台湾当时会当开始做。但是中表示，各国疫苗研究比原本按算的要较好，疫苗的生产甲供应嘛会提早。台湾明年6月份要开始做，应该是无问题。我们的准备大概看起来就是在6月应该没有问题。那根据现在疫苗的一个整体的发展，那每个国家都已经快速在打。那这些大的国家里面快速在打，所打后的一个相关的数据跟它一些情况，那给我们有很好的参考价值。但是中强调讲，不是有疫苗疫情就会过去，所以提醒民众要是爱接洗手、刮喙罨、保持社交距离、落实防疫新生活，才会当降低感染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针对这位台商伫检疫的第12天才出现症头，有感染科医生是认为有98%是伫台湾获到的，应该会使算是本土的病例。建议讲爱为机场到防疫旅馆，针对所有接触过的人员全面来调查。也毋过，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这名台商无算是本土病例。国内拜日新增加确诊个案是浙江返来台湾的50多岁台商，这回连期进前有提阴性报告，伫咧防疫旅馆检疫期间出现发烧、畏寒的症状，2届采检确诊新冠肺炎，而且病毒量真悬。有感染科医师分析，因为台商第12天才发病，研判是入境台湾了后，伫咧防疫旅馆去互感染的几率较大。第12天发病已经超过绝大部分的潜伏期了，98%的人潜伏期是最长是11天，所以呢，它只有2%的机会是在登机前就被感染。
第二个礼拜还是15到跟17的这个几率也非常低，所以他2件事情都告诉我们说，他应该是在台湾被感染的。医师坦白讲，若是以几率来判断，伫台湾感染的可能较大，就应该追踪台商登来台湾的接触者，到机场到防疫旅馆来进行疫情调查。另外，防疫旅馆感受确实控管检疫人员的行踪，嘛建议指挥中心爱掌握好清楚。毋过，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也是认为讲，袂当把这个台商当作是本土个案。到现在也不能讲说叫做疑似本土了哈，没有这疑似本土的一个条件，但是进一步能够更加小心的来厘清，哈，那是必要的哈，所以我们就会做相关的一些基因序列的一些检查哈，配对看看。指挥中心强调，讲台湾自从4月12日以来，拢无本土病例，个案伫咧台湾的防疫旅馆检疫，应该无感染的风险。目前确诊个案当中，嘛也阁无伫咧防疫旅馆去互感染的例。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总统蔡英文伫美国国际民主协会发表施行演说，讲到香港过去大家拢享受权利甲自由，也毋过即马拢变做是往事咯。总统嘛讲到台湾面对对华假消息的操作，一定爱准备，强调讲台湾的民主毋是一向拢真顺遂，台湾甲美国友谊未来嘛愈较坚定。总统蔡英文初九受到邀请，伫美国国际民主协会发表施行演说。蔡总统嘛透过这个机会，恭喜副总统当选人贺锦丽，加做美国头一个女性的副总统，也有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摕到国际民主协会民主奖，强调台湾甲美国是朋友嘛是同伴。伫两国做伙伫咧找新的合作领域的时阵，双方的友谊是更加坚定。The bipartisan consensus over the strength of our relationship and the depth of our values has never been greater and more robust. And I am confident that our friendship will continue to grow closer as we seek new areas of cooperation and collaboration. 蔡总统伫演说当中指出，台湾的自由民主有鼓舞着其他的国家，虽然已经有袂少的成果，不过也是有真侪挑战伫咧眼前。可比香港的权利甲自由，英过拢是真世上的代志，不过即卖拢是已经过去啊。伫咧台湾面对假信息等等干扰的操作，爱有充分的准备，而且爱保持警觉。Our democracy does not exist in vacuum. The rights we have worked so hard to secure are seen by others as a threat and a constant source of tension and friction. 富比士杂志嘛公布2020年全球100个上有权势女性的排行榜，蔡英文总统今年是第37名，也若德国总理梅克尔是连续排第1。网页顶悬蔡总统甲贺锦丽，也有阿尔登的相片，拢去互放伫咧真明显的位置。富比士伫咧讲解当中指出，蔡英文领导台湾度过疫情的危机，是互看作是全球的模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民伦社会主体3房型44平的租金超过4万块，引起外界真侪批评。台北市长郭文德是强调讲，确实以附近的厝势来拍850折。郭文德嘛呼吁中央会使来制定全国统一的标准。内政部长徐国勇今仔就表示其实中央早就有客观的标准一般是市价8成，落实过来拍64折还是65折。社会住宅最主要。我们要自行新建12万户，包租代管8万户，就是要照顾这一些来到都市打拼的年轻人，刚刚结婚的这些年轻的夫妇，还有弱势的家庭。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定得很清楚。所以你看新北市也是这样子，事实上台北市也有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子，也就是我们一般的是8折，弱势家庭64折、65折，这很清楚。中央的标准老早就定在这里了。徐国勇强调讲，政府推出社会主体，就是要起好落实，厝外拍拼的少年人，会使互因有愈较好的居住的品质，嘛互租厝的市场公开透明。针对外界的质疑，面对社会主体租金上过悬，徐国勇是无表示意见。到今仔11点半为止民营主体已经有2887人登记要申请了，而且人要来抢380户，所以是非常的竞争。再来看台电公布今年上半年用电量比去年增加1.2%，其中工业用电比去年的同期增加14亿度的电，增加2%今仔早起，台电嘛举办新达电厂要增加机组的签约电力，表示讲会伫114年来完成提供发电。另外，台中电厂增加机组的计划虽然已经通过环评了，也毋过都市计划审议阁还未通过。
台电现特特手3只互顺款天然气的燃气机组工程，甲美国机公司和台中中电来正式签约，毋过传出机组改建，因为宽片来延后。台电董事长尤维护是驳回，新的燃气机组会如期完工，未受影响。新岛电厂为例，它是113年跟114年要完成。大潭电厂也是配合我们的第3接收站，也大约是在这个时候。以这样的进度的安排呢，就是在我们未来的10年电源开发计划里面的一环。那目前我们都按照进度在推动。台电规划除了现代电厂的3只燃气机组，佮包括台中电厂的2只燃气机组，预计开1000亿来起，总装置容量超650万千瓦，预计会当增加16.24派电力。毋过台中电厂虽然已经通过环评大会审查，但是都市计划设计审议也是需要台中市政府来核定，可能无法度如期完工。台中电厂我们本来是希望在113年能够完成不过现在整个局势的一个转变呢，我们正在检讨当中。但是市政府如果能够协助的话呢，我们会尽力在原定的期程里面来完成。很密集的在跟台电希望台电再跟相关的地方政府沟通尽快来取得相关的证照。针对最近外界传讲开发6大发电的计划有3个方案卡掉咧，经济部长王美花并无全部否认。伫咧符合宽评的前提之下，尽量如期完工。若是最近工业的用电量，敢若今年顶半年，都比去年同期增加2.4%。强调讲会透过电力调度，还有新起燃气电厂来拍拼民生工业用电的供电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要带观众朋友来看，位于中国西藏加尼泊尔交界的世界第1高峰珠穆朗玛峰，又个变加愈悬咯。中国加尼泊尔官方伫昨宣布讲目前上新的高度是3348.86公尺，比之前悬出86公分，嘛比中国之前量到的高度悬4公尺。根据中国甲尼泊尔官方共同承认，世界第1高峰的珠穆朗玛峰上新的高度是8848.86公尺，这个数字嘛象征中年双方结束长期以来对珠峰高度有无共的讲法。I am pleased to join Your Excellency. Its new height of 8,840.86 meters is the new height of Mount Sagatha Chomolungma. 此次两国元首就共同宣布珠峰高程互致信函，充分体现了双方对发展中尼关系的高度重视。珠穆朗玛峰是喜马拉雅山的主峰，伫咧中国西藏自治区甲尼泊尔的交界。珠穆朗玛是藏语大地之母的意思，嘛叫外界号做圣母峰。伫尼泊尔是号做萨迦玛塔峰。若是珠穆朗玛峰的高度，长期以来有真侪讲法，进前大部分是使用英国殖民时期印度调查单位所测量的8848公尺。但是中国2005年测量了后，认定高度是8844.43公尺。中年双方嘛坦白讲，无共的测量结果代表认知无共，两个差距伫咧中国测量的时，无来入去山顶折射的高度。因为欧亚板块甲印度洋板块相落，所以珠峰的高度也阁继续伫咧变悬。但是尼泊尔2015年发生规模7.8大地震，外界推测珠峰的高度可能会减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9年访问尼泊尔时阵，两国同意联手重新来测量珠峰的高度。若是8848.86公尺这个数字，无论伫咧地质学还是科学政治的意涵，拢进入新的阶段。中国今年4月份嘛已经伫咧珠峰6500公尺的营地开通5G的基地台。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来看哥伦比亚亚马逊树林有一种互国际自然保护人员列做特别绝种的长门狗仔，伊的肉甲身躯的皮草拢真有价值，有真侪原住民甲大只拢偷掠去卖，剩一寡幼狗仔是无人照顾。为一位原住民的部落长老，毋若照顾这幼狗仔，嘛教育伊的族人，莫阁偷掠咯。今年38岁马卡瓜原住民部落领袖沃斯奎兹出门进前，拢会甲牌仔拍开，互马路遮坐入去内底。3个月大的马路遮是一只绒毛狗。沃斯奎兹家己讲，即摆伊甲马路遮就若像是分袂开的白仔囝共款。Tiene que matar en el momento al coger la cría ya la mamá está muerta. Entonces eso es una baja grande en la relación con Marujita. Me he convertido en su papá. Y ella la hija, entonces no permite que otra persona más lo cargue.
14年以来，沃斯奎兹伫咧超有大700多人的提库纳原住民部落当中成立羊毛狗庇护所，已经救超800只羊毛狗，而且伊个一直说服族人，想过头掠捕，总有一天会互羊毛狗消失。Y tener conciencia, ¿no? No fue fácil, como te digo. Ahora ellos sabemos todos acá en Moquegua que debemos cazar. Ya hay una conciencia muy amplia, ¿no? 羊毛狗的肉甲皮毛，去互当地族人当作是珍贵的交易产物。早期提库纳开始发展生态旅游的时阵，常常会当看到所有的保育中间人向游客来展示卖羊毛狗囝，但是其实伊常常甲请上尊羊毛狗妈妈，而且甲因杀死，互羊毛狗囝变做孤儿，成做拿人趁钱的工具。警方搬查的时阵，就讲是捡来的。羊毛狗即马去互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做是强要罪证的物种。沃斯奎兹目前是可提供实在互游客来饲，当作庇护所的经费来源。毋过伫咧新冠病毒的疫情冲击之下，当地旅游业是减真济。伊嘛承认讲，真济年以来，导致正确的猎捕观念并无简单。毋过伊认为，羊毛狗应该爱有第二届的机会。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内政部推动4户位的身份证，也毋过资讯的安全引起真侪疑虑。内政部按算讲要先来缩小试办区，明年的正月开始先伫新竹市小规模来试办，愿意办的民众就会使来申请换所谓的身份证咯。内政部推动数位身份证，引起外界质疑购资是毋是有可能外漏。内政部因素规划，自明年1月开始，先伫咧新竹市小规模试办。后面将自愿申请换证，同时邀请资源团队做环境的测试，结果再受理民众报名。但所有资源作业拢做好了，才全面换证。立委伫咧催告质询时阵，担心新竹市市民会有所疑虑。内政部是强调，一定会加强沟通。我们目前会再加强跟新竹市、跟要试办的这个县市。来做说明跟沟通，如果能多一点县市愿意来投入试办，当然是更好。那我们在试办的阶段，也同时会去做一些治安上的测试。另外，人权团体反对数位身份证的推动，提出有防性不作为诉讼，反映两边规定，内政部拢无够，引起人权团体批评内政部是伫咧拖时间。整个政策到底具体的内容是什么？然后针对律师的提问、法官的提问、人民的质疑，应该要给予具体的说明。但是昨天诉讼代理人跟内政部的官员其实都没有出席昨天第2次的开庭。他很早就跟这个法官提出来，请法官要改期，那法官也同意，那也有找双方来协调这个改期的时间。那这个因为这个双方无法这个达成这个改期的这个共识。内政部否认指控，强调是因为律师去协调要改期无成功，才会造成误会。目前法院已经将停期改到明年1月初5。贷款会重申，人民应该有选择买换数位身份证的权利，希望内政部停止试办。记者综合报道。连续4年摕到世界巧克力比赛金牌的冰冻品牌好湾巧克力因为董事长捌对查某实施卡来手来互判刑。最近好湾巧克力甲国内真侪出名的食品做伙推出新的产品，也毋过煞受到网友的抵制所有合作业者嘛拢计划赶紧来法庭。其他冰冻买做巧克力业者就真烦恼讲，但这个发展会去影响到整体冰冻打起步的可可业产业。自2017年开始，好湾巧克力度咧14年，摕到世界巧克力度大赛亚太区的金牌。嘛，趁这个时阵，甲几啊间真有名的牌子推出联名的商品。毋过，嘛，互网友也出来讲，这个姓柯的董事长，因为甲女实习生性骚扰互判刑，互好湾面临着重大考验。因为桂冠发了声明，让我们其他的合作厂牌也开始变得很有压力，让我们也都理解，我们愿意承担客户厂商们在这次销售上面的损失啊。5年前，好湾姓柯的董事长，都捌甲因弄到的女实习生性骚扰，二审以意图性骚扰罪判6个月，会当一科罚金18万，专案定刑。不过，迄当阵的执行长柯华仁因为听因老爸，嘛去用批评讲是检讨被害者，引起民众的反弹。顶个月27，好湾巧克力度虽然有发声明会失礼，不过也是无效。初一下晡，桂冠头一个宣布，敢若开始卖4天巧克力度口味的圆仔，即嘛袂卖啊。另外 ，Mr. Donuts 甲乖乖嘛讲已经甲联名的商品落市，也若今年巧克力度活动，
才打甲福湾合作的专家便利商店，还有有进相关产品的家乐福，嘛共款宣布甲商品落市。针对这点，福湾表示尊重，嘛强调讲会承担各厂商销售方面的损失。性骚扰的行为，它的代价可能不是只有法律判决，受到舆论受到之后这个公民的谴责的。个人的行为，那无限上纲，一般消费大众对我们可戒的人会产生一点疑问。妇女团体表示，这件代志的发展，嘛证明社会对性别的事件的重视，嘛强调讲，若是加害者有检讨反省改正，外界嘛免一直打压。另外，屏东种可可的农民烦恼讲，可能会受到这件代志的牵连，冲击到屏东可可产业的形象，影响到因的收入。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就是世界人权日，今仔有真侪民间团体串联，早起伫立法院的外面，将对中共对西藏和香港造成的人权侵害来发声。伊嘛呼吁讲，捍卫人权，所有人拢有责任。人权顽固分子并肩团结抗中。有黑色的布条啊，画口号，几个民间团体选伫世界人权日的前一天出来替人权发声，因批评中国政府无注重人权，伤害全球共享的民主甲自由价值，而且讲到香港甲西藏即马面临着的困境甲难题。在西藏，你们没办法讲西藏文化，没办法学西藏的文字。如果说西藏人在西藏讲藏文的话，也是犯罪了。达赖喇嘛的照相没办法挂在自己家，中共强迫藏人一定要挂毛泽东的照片跟习近平的照片。12被送终的港人到现在我们也只能从中国的官方消息或者是大外宣的形式的信件，才可以知道他们的下落。其实港版国安法的目的并不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它并是维护政权的工具。民团认为讲，中国政府透过香港版的国安法，清算甲打压所有反对的势力。香港人因为安尼失去人权的保障，即马佫传出因议定台独分子的名单，想要伫台湾村卡出手。也若伫国内有原住民为了族群的权益，拍拼推动原住民的转型正义。我们拒绝这个一元思维的这个大汉沙文主义哈。那这边也要再次强调哈，台湾原住民族哈不是炎黄子孙，我们现在不是，我们未来也不是。另外，中国的政治甲经济影响力持续扩大。不过，民团表示，强大势力背后所有让人烦恼的法律环境，即个透过世界人权日，伊嘛呼吁中国政府要爱遵守国际人权的原则甲标准，唔通阁监控还阁有迫害无辜的公民。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仔早起第3届两公约国际审查平衡报告发表了。这届报告有讲到真侪防疫期间对弱势族群的影响，嘛有讲到因素跟人权的议题，来做伙来了解。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佮有人权团体共同举行的记者会顶头，唔有手语的翻译，更加有拍字的服务。民间团体指出，疫情期间虽然指挥中心记者会有安排手语翻译人员，但却无顾到唔捌手语的听众者，或者是其他障别民众的需求。资讯提供无够多元，互新障者伫防疫期间得到资讯的障碍重重。将许多障碍者杜绝于防疫体系之外，再度侵害了我们身为人最基本的权利。这些都是我们原有生活的困境的缩影。可是透过疫情的爆发，再度显现社会对我们的不公平。林永明会在公布第3届两公约国际审查平衡报告，会作为国际委员审查台湾实现两公约状况的重要依据。报告嘛讲到，国内离基主权顶头，不管是为主体政策或者是禁止逼迁来看，国家的缺失根本是讲不了。土地整体开发制度系统性无顾到人权。这几年的这些争议案件都还不断的在发生。那土地整体的开发制度，它其实我们认为就还是在系统性的制造破迁户，特别是这个都市更新、土地征收跟这个土地重划。这个报告特别新增加 COVID-19 疫情专章，嘛讲到国家透过健保卡推行喙暗实名制政策，虽然受到好的评价，但是有可能影响到民众的隐私权。国家授权便利商店摕到民众的基本资料，要如何保障资料，袂防黑白来收集，或者是保障到隐私权利，相关法源依据甲退场的机制拢无明确。记者林曾志成台北报道。来看国防部军备局伫高雄大树的厂区，今仔早起传出爆炸。国防部证实军备局205厂光复营区野区早起因为阿鲁米的粉尘着火发生爆炸，造成3个人受伤。
受伤的3个人送到病院治疗，其中姓卢的士官长，全规身躯有8成5是3度的小烫伤；姓王的中士，规身躯6成是2度的小烫伤；姓洪的员工是身躯6成3度的小烫伤。国防部强调，嘛已经组成专案小组来调查事故的原因咯。再来看台南市规定的沙轮那古塔附近的杂草总是烧起来，嫌高雄市拢有闻到味。台南市长黄伟哲是表示一定会来动发放火的人。台南市环保局嘛先对土地管理单位台糖开出127万5千块的罚单。台南火灾调查科的人员找到透早去火灾现场做调查，嘛出动空翕机为无同角度来看，想要找出火灾的原因。规人沙轮农场初8暗发生火灾，火是烧甲真猛，烟嘛真高，不过现场欠水源。台南市消防局利用循环送水的方式来拍火，一直到暗时10点外才把火控制落来。都袂人，你拢会来顺一下。反正固定，因为这较离岛较远啦，所以讲我们大概都会安排固定的时间做巡查。这火敢知影起来？这嘛无啥物。下班5点多才通报说这边火灾啊。这个目前都还在调查中，目前都还没有办法进一步，还需要进一步厘清。这个火下烧炭的面积要8公顷，而且连隔壁的高雄市嘛受到影响，因吹对高雄市区去。高雄市环保局嘛持续追踪空气品质的数据，一直到半暝时阵，空气品质才恢复正常。这个火下的烟嘛影响到民众，台南市长黄伟哲的人面册嘛因为安尼有袂少民众来闹话。因那高雄市长陈其迈嘛向台南市长黄伟哲发讲，都要追究责任，找出起事的人。晚上的大概不到7点左右，整个的这个异味的范围就扩及到我们的高雄市区，包含我们的左营、鼓山、三民、林雅，一直到我们的旗津。这在10点火势扑灭之后，到了今天早上凌晨2点，我们高雄市的这个环保署12个空品测站的话，就已经全数恢复到这个 AQI 黄色普通等级。如果是人为纵火，把可能的嫌犯找出来。如果我们真的要谴责的时候，是放火的人。虽然目前火已经拍花，不过警方会调监视器，看敢是有人偷放火。因那台南市环保局是先甲土地管理单位台糖以空气污染防治法罚127万5千块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进口美国猪肉议题是吵吵闹闹，桃园市政府跟中央畜产会今仔是做伙来推广台湾猪认证标章，甲客家乌猪肉创意料理的发表会。中央畜产会是表示到昨为止已经有7700件来申请台湾猪的标章了。用现采客家料理来推广台湾猪。桃园市政府甲中央畜产会找到伫咧市政府头前的广场举办2020桃园乌猪肉大赏记者会，要推广台湾猪证明标章甲客家乌猪肉的创意料理。台湾猪跟我们来猪啊，如果可以在我们的包装或者是我们进货的源头的时候呢，就有清楚的标示，对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我们可以选择要使用或不使用。明年开始推动这个国产猪的全面扩大消费，包括国中小只能用在地的国产的这个猪肉，那包括所有的市场摊商都要做夜市，都要做这个猪肉产地的标示。市府表示，桃园是北台湾猪真重要的供应链，目前饲猪14万只，7成左右是乌猪肉，饲的时间较久，食起来嘛较 Q， 拍卖价少比白肉猪贵10块至15块。透过多元化的料理，让在地猪肉会当表现出好食的所在。为着要让国产甲进口的猪肉有确定的分别，农委会积极推动台湾猪的证明标章，会当伫咧线顶也是柜台申请。我们是要在通路端的部分，那现在我们受理的部分到昨天为止，我们的统计大概是7700多。那我们希望到年底有15000家。畜产会表示，推广台湾猪的标章，上重要是伫咧追踪生产来源，若是进口的部分，卫福部有非定不可的流向相关管理。未来消费者敢若需要认定有打台湾猪标章的猪肉摊、店家还是餐厅，得当安心买到在地国产猪肉。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本来是保育类动物的台湾咪狗，因为族群的数量已经真稳定，所以农委会已经取消保育了。也毋过嘛是袂使饲因食死咯。伫台东是发现讲有真侪游客看到咪狗，就来带物件互因食，所以遐咪狗是愈来愈大颗。台东县政府嘛呼吁民众毋通乌白饲，无妨掠着会使罚5000块到1万块。游客赶一块果子出现伫咧台东县东湖乡的丁仙桥，台湾狗看到就随挖过来，但要防饲。啊，个游客摕几罐金蕉，甲台湾狗城，游客果子打摕出来，狗就伸手来摕，完全袂惊。其实台东县政府105年已经公告野生动物保护驻地条例，其中特别指定伫咧丁仙桥禁止来饲野生动物，包括台湾狗，若无会当罚5000至1万块。啊，毋过今年受到疫情影响，来东部旅游的人增加，真侪游客来丁仙桥根本就无擦边啊！即个禁止饲物件的告示牌，也是摕食食来饲狗。县政府呼吁爱守法。猕猴到底还是野生动物？那它的不管是野性，或是说它的身上的疾病是不是有疾病等等的问题，这些应该都是我们应该要防范的。东湖乡公所表示，因为人力甲经费有限，要执行饲狗的处理工作有困难，佮加上今年游客量真济，乡公所根本就袂付处理，希望游客会当守法。因为他那个地方是没有配置一个专有的一个能力来做一个管理的动作，所以我们那边的做法尽量还是朝着就是设立告示牌。台东县农业处表示，连续假期嘛会派专人伫咧附近客栈，可肯主动游客来饲食食，啊，毋过到目前为止，也未开出任何一张罚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市是全国乌仔上大的产区，也毋过因为今年的4、5月份落大雨，佮加上6、7月份温度真悬所致哦，所以大家乌仔着病，产量是减少5成。农会是讲哦，今年乌仔的价销是真悬，也毋过拢无货通卖，这些人收无本，今年是真歹过年。利用无落雨的空棚，农民今年甲乌田来整理，来分地差不多拢收袂到外上较好的乌仔。海伫倒位？这就是啊，安尼剩有一半通好用啊。剩超1/3吧。今年4、5月雨一直落袂停，6、7月温度真悬，造成乌仔染上了白菌病跟软腐病。农民害头讲，今年拢赚无钱。1分地大概要亏到2万5到3万4万这样。安尼过年来呢？今年会比较冷。种了20多年的乌仔，这个灾情上惨。以前6分地应收4000台斤，今年敢若收1000多台斤，佮加上外上无好，都算是卖甲加工厂，共款是拍折。虽然即卖批发市场每台斤价钱比往年较好，无物件通好卖，共款赚无钱。一般会受损到4到5成这中间。气候的关系，最倒霉的是农友，那在加工的时候就会造成成本上面会垫高。大家区农会嘛表示，乌仔减产虽然未影响到相关加工制品的产量，但是成本会提悬。台中市是全台湾上大的乌仔产区，但是平均种植时间上短的8、5月，种植期长，成本嘛悬。若是拄着极端气候，损失就真大。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冬哦，常常出现欠水的问题，嘛因为种黄豆的用水量敢若是种稻仔的一半，所以新竹县就鼓励农民来种黄豆，也是稻仔甲黄豆轮流来种。自动采收机伫咧黄豆园内底无用，农民毋免阁像过去共款，需要用人工的方式来采收，若无采时间阁真了工，而且采收落来黄豆壳都已经掰好啊。农会讲万冬常常有欠水的问题，希望农民会当伫咧共同时期换来种黄豆。这样比较好，因为大豆比较水是那个水稻的一半了，那个水稻的话要很多水，现在缺水啊。对，种植的时间点比较干旱。那另外在收获的时候，大概11月左右，也是我们雨水相对来讲比较少的时间，所以种跟收都是在它比较适合的时间点，所以我们会建议在2期作为大豆主要的栽培期。过来贩卖黄豆等等的杂粮，目前有9成是为国外进口，国产黄豆敢若占0.2%。农粮署最近这几年伫咧送大牛村计划，透过补贴，鼓励农民甲稻仔田转做杂牛。总面积里有超过30公顷，农委会有一个那个大粮仓计划，有那个一甲地有补助5000块，那就30公顷就有15万的补助。透过专家伫咧现场解说，正巴的农民毋但知影讲要安怎种黄豆，嘛了解要安怎预防病虫害。记者综合报道。
有民众伫花莲的鲤鱼潭发现讲，有一种结外来一般叫做小磷虾外来种哦，虽然量是无介济，也毋过也是真烦恼讲会影响到环境生态。管理处是表示会先来调查，看目前到底是有偌济量，再来看后一步是要安怎来处理。伫花莲寿丰乡鲤鱼潭的码头，民众就是伫咧遮发现一只小磷虾，因为附近的船主拢无看过这种垃圾的磷虾。 伫咧伊大叶仔头前，抑个实在是青红色的。你有看到他抓到啊？有。它是多大只的？螯很大哦，短的，青色的。啊，你们这里常发现那个吗？没有啦，很少看到。第一次看到那个啊？大部分都泰国下草下看。小磷虾学名叫做红螯蜇虾，或者是澳洲淡水磷虾。以前进口入来市是要食，早期野化了，因为会食鱼虾卵，如果甲猪仔剪断，影响环境甲生态。 伫鲤鱼潭出现，让人真担心。那它的繁殖力又够强，它的栖地的竞争力又够强，所以说当它来的时候，我们台湾没有原生种没有竞争力啊，所以它一些栖地都被占光了，食物都被吃掉了，那当然对生态影响非常大。伫花莲寿丰乡，有人专门伫咧饲这种小磷虾，验者讲小磷虾也是有天敌，譬如讲龟母、罗麻、鳖或者是鱼货拢会食伊。它的攻击性是蛮强的啊。都是误解。有人是形容它是水中霸王，其实它在水里面，尤其在外面的溪流，它是 low 康。花莲县府讲，鲤鱼潭目前是无相关小磷虾族群的数字，也毋过会委托东华大学做研究。农业处也定定放流原生种的鱼，希望民众莫随便放生，才袂破坏当地的生态链。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行政院消保处调查市面上15款的大人用的尿珠啊，发现有5款标示有问题，有3款品质无合国家的标准，长期使用可能会造成感染等的问题。消保处嘛发现讲，这个尿珠啊一瓶的价销为10几块到40几块拢有，所以嘛提醒消费者嘛毋是价销愈贵的品质就会愈好。 大人的尿珠啊，是一寡身体有障碍的人士，或者是老大人定定使用的生活用品。如果若长期不当使用，可能会造成细菌感染等问题。行政院消保处伫最近就调查市面上15件无共牌子的尿珠啊，质疑的吸水量、吸出量加保留量，结果有3件的品质无符合国家标准。有一些业者那个它的干爽度可以非常高。 它可以到1点多，就是回渗的之后1点多的公克的。那有一些人最基本的30公克都没办法达到这个部分就是消费者非常介意。无合格产品包括利富乐大人尿珠啊 M 号、白十字舒肤全套柜乐活裤 LL 号，也个日本的大王爱士多超套柜红绿的尿珠啊，3件拢是日本进口的。 标检局已经要求业者限期改善，但是告示无改善，会罚新台币6万块以上150万以下。另外，也有5项是标示无符合规定。辅导业者要标示这个更换时间及相关注意事项的部分，那我们已经有在收集各国的资讯那资讯收集之后，那我们也不排除来开这个会议来检讨国家标准的一个检讨的一个修正方向，是不是要把这个东西纳入应标示的事项？市面上卖大人的尿珠啊，牌子真多，做一片10几块到40几块拢有。消保官建议民众伫咧买的时阵，唔通只个人考虑价销，因为这边调查发现，唔是价销愈贵，品质就愈好。同时也要注意商品的说明中内面的适用对象加寸数，才能选择上适合的商品。 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伫10月中，已个幼儿教保和照顾服务实施准则修正草案，按说要开放幼儿园规工、半工还是分科，使用英语等外语的教学。有真侪民间团体是表示反对，因强调讲，伊毋是反对囡仔自细汉就来学其他语言，是烦恼讲会造成其他副作用，希望教育部爱认真来评估。合法立案的幼儿园，而且有低级补习班的牌。10多年来，真侪私立幼儿园都用安尼来予外国老师教英语。3年前，就先生甲太太开始替囡仔选择要读的幼儿园的时阵，就发现差不多拢是分科教学，而且还有真侪是小学的课程。根本不是什么幼教专业，叫你写只是比单字背得多，口音标不标准，然后叫你反复的念，回家有很多的作业。其实这个就是把小学端的东西放到幼儿园而已嘛。
伫咧幼儿阶段无应该干那学英语，毋过教育部最近研议要甲幼教法第13条汰掉，幼儿园袂当采用专工、半工或者是分科的外语教学，该换做袂当进行以正式为目的的读、写、算的教学，引起真侪反弹。辅仁大学副教授周一平就捌访谈国校学生的家庭来发现，伫咧头册进前，若是去互强迫学英语，人际甲互动拢会去受到限制。因为在全美语幼稚园一说国语就会被打，所以在家里看到金头发的小孩、金头发的人就会低头的小女孩，或者是因为缺乏练习中文的机会，到了小学3年级，他看不懂数学应用题。托育政策催生联名指出，幼儿园会当由有外语能力的教保员用活动来教英语，毋过教育部以外界的误会讲袂使学外语，就预告要修正草案，甲条文汰掉。安尼就是记载园所直接来进行分科教学，状况会更较歹。所以经伫咧预告期末进前来呼吁政府，爱向囡仔平等的受教权。记者综合报道。超观众朋来看南投县的第三镇公所是正对着时代脚步，最近推出专门的 App 来放送镇内的大细项代志，惊老多人未晓使用，则专工请人来帮这个时代上课，教因安怎使用。赖互你的时阵，恁才去你赖有。白啊手机一支智慧手机啊，研究如何安放送地方消息的 App。这个 App 是第三镇所设计，专门放送公所所举办的爬山、马拉松、艺文展览种种地方信息，希望把活动的内容直接送去到民众的手机内，大家通小少参加，交流感情。白啊感觉安尼有影利便。操作上会足困难的嘛，是啥？袂啦，就会晓入去上手机啊，就会晓上这 APP 啊。安尼上网所的网站安尼，咱就将我了解咱家己的所在。南投县第三镇公所对时代变化设计一套第三镇专门的 App， 希望镇民接受镇内大世代未老高。也镇公所也专工办课程，指导时代如何使用。很多老人家他从用手机这边啊，有些是他可能在账号密码容易忘记。那第二个的部分就是说，他们在手机操作上其实针对那个字体比较小。那这个部分也是比较难去克服的。老师讲，长辈较接拄到袂记你家己电脑体设的口罩和暗号，操作其他方面其实无啥大问题。希望第三镇民会当经过这个 App 轻松了解第三的大小事。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推测观光，真侪地方政府拢会办翕影片的比赛，希望透过一般民众的镜头来发现地方的水。咱来看花莲县的古坑乡，嘛办一个影片的比赛哦，对着种的影片来做伙看古坑乡上特别的风景。专程利用英文介绍古坑的地景，还有古坑乡出产的咖啡，让民众看了影片，会当知影原人景点小镇古坑乡的水。这届旗下首奖的练练山城的作家林义书就讲，古坑乡除了风景水，上歹袂记，佫浓浓的人情味。我们跟民宿老板那边聊天聊了1个多小时，他就到处推荐哦，我们古坑有什么，你可以去哪里，你可以去这里，这让我觉得古坑的人情味是让我非常印象深刻。还有第2名，行入古坑找到上水的打卡点，作者王连体翕家己的查某囝，行访古坑乡真侪景点，希望请游客前来古坑乡打卡，用国语和台语交错出微信来介绍古坑乡。5元2角是我最推荐的地方，也就是我女儿分饰2角那里，就是很有日本的感觉。古坑它不仅是我们的经典小镇，而且我们现在也在申请这个慢城国际慢城。那在这个后疫情年代的话，我觉得这个数位这个线上的神游，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方式。文管部表示，为了要推广古坑乡，这次举办石英山城行销影片精选活动。1个半月总共吸引超过50件作品投件，真侪影片翕出古坑乡山城小镇的临事物等故事，希望吸引更侪游客来到古坑乡的山城漫游，品味古坑乡的特殊文化风景。记者为你报道。目前，咱台湾的移工已经超过70万人。咱台湾社会到底是安怎来看待这移工？今仔暗时10点，公视台语台《青春咱的梦》特别带大来看台湾有一群少年家哦，因是做真侪的代志，打拼要让台湾社会来改变对移工一寡刻板的印象。缅甸的你好是明格拉巴，对不对？好，走吧。对着带伫台湾的缅甸华侨斗阵出国去，行访创新伫中和的缅甸街。这是灿烂时光东南亚主题册店，
促进了解南洋文化的活动之一。这些炸各种蔬菜，你想得到的蔬菜都可以炸。像咱台湾人常常咧讲，因遐外国人，啊，毋过这外国人是泛指美国啊、澳洲啊这的人。你若是看到为越南啊、泰国、印尼来的人，阮袂讲伊是外国人，阮会讲伊是外劳啊。一对媒体人翁仔某张正参廖文忠，努力想要掠掉移民港的富民标签。5年前成立册店灿烂时光，以讲座、导览、甲书写推动多元文化。迄当阵移民港霸占着台北车头的大厅，一直登上新闻版面的时阵，灿烂时光选择礼拜日到台北车头摆这个册档，参移民港斗阵制作会，推广以母语创作讲故事。自开始差不多10几年前，我甲我的先生张震，阮伫四方报迄当阵做记者。啊，这份报纸是为即寡东南亚移民工做的。阁有一群少年人组成非营利的组织，相信知识是改变移工一在世界流浪的关键能力。希望说让移工在台湾的生活可以更好，包含他们可以学习到更多有用的知识技能。那有一天他回到自己的国家，他也可以有更好的生活。这一点，台湾青年认为，移工唔那敢若互看作是替代劳动力，因的梦想嘛，参每一个台湾人同款，得到被重视。记者吕亚军、黄文良综合报道。继续带观众朋友来关心长期伫尊景的外籍渔工哦，因以早靠花休困，拢只会当伫港边的便所用冷水来冲身躯。伫屏东的东港最近就设全国头一间互渔工使用的护乐间，提供烧水，互因伫寒人唔免冲冷水冲甲加冷水，嘛希望因会使来感受到地方的温暖。这个最小，这安尼很好啊，有小水啊，有，对，这安尼很好啊。外籍的渔工直直学老讲，寒天有烧水会当洗身躯咯。为着要照顾渔工，渔业署甲东港渔会设置全国头一个专门予外籍渔工使用的公共浴间啊，互因工课做了有免费的烧水会当冲身躯，消除疲劳。我们这个外籍渔工哦，这长期以来哦都是。尤其是在冬天哦，都在洗冷水了哈，所以说我们渔业署呢，来补助我们东港区渔会呢，所以说全国首创哈洗热水澡免费的了哈，因为他们帮我们辛苦的工作哈，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照顾他们。较早渔工拢是伫咧渔港边仔的便所，用水道头的冷水清采长长的。但即摆有即个公共浴间啊，除了有烧水，内底空间阁计较真好，有镜、有放衫、放湿文的架啊，嘛有洗衫的设备。为早起9点开放到暗时9点，互渔工通使用。当地身躯甲烧啊较好，因为洗袂歹啊，洗看，甲这较好啊，袂歹。台湾的外籍渔工大部分拢为印尼、菲律宾甲越南来的，今年的人数拢总有4000人左右。伫港口的渔工就差不多有200至400个人。希望政府甲有关单位会当继续改善外籍渔工做工课的环境甲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有多元的宗教信仰，大部分的宗教拢是有神像还是画像。你感觉看过的神像是安怎雕刻出来的？色水是安怎铺排的？其实其中拢有真大的学问。那么做伙来看师傅伊一世人的手路。桌顶大小机无共的雕刻到几落10支，逐支的功能拢无相像。外行人看起来是全然三无长，就亲像陈明洲师傅用规世人咧学的装饰艺术，也有真深的学问。云林北港是台湾的宗教信仰中心之一，当年过年过节拢会请济信众来北港朝天宫拜拜，所以附近甲信仰有关系传统工艺嘛真济。装饰艺术就是其中一种。装饰艺术是一门真深的学问，纯手工机器无法度代替。要刻一尊神像，对开宝粗胚开始，到收光、开面、牵线条这寡较幼弱的部分，上尾按金、画色等等10外步。但明洲师傅当初去学做师啊，就学要4年。雕刻神像是算咱宗教的信仰嘛吼，啊一项算足深的艺术啦，尤其装笔啊，伊有几6项功夫的步骤的过程。爱学，
所以咧学的期间爱较久。毋过，就亲像其他的传统工艺共款，会晓的师傅拿来拿少，若无加推塞，未来就会失传。所以即马北港有家家艺术馆，透过整修的工作室，毋但互工艺师有所在会当展示家己的作品，嘛希望来欣赏的民众会当对传统工艺有兴趣，甚至来学习甲传承。因为即马都有政府咧鼓励阮即个即马这北港街角艺术馆吼，拄好互一寡乡客还是观光客来，会加一个所在通互因参观，一方面来当讲，互一寡少年啊，希望伊若讲会产生伊的兴趣，来延续即个传承即个工艺。但明州师傅讲，到无做迄天才算是出师啊，若是要咧做，就是要咧学。政府艺术深似海，但是这款为宗教艺术定根的心意，在显示出对信仰的尊敬甲重视。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各地天气有较凉冷。台湾的北部、东北部佮东部地区拢有落雨，加上北海岸、东北部地区佮有大台北山区，嘛有可能会落大雨。中南部、东南部地区，譬如金门、马祖，嘛拢有雨水哦。下半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地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2度。中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4度。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8度。东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5度。外岛地区上低14度，上悬2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